咁啊，第一條 MC，咁呢條當然你可以屈數啦，題目同答案有同一個英文字母，咁你咪屈咯，咁你可能個 K 屈做4咁樣，跟住篤機，咁我逐個答案又去篤，咁睇下邊個先係最終嘅正確答案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呢條你都要靠屈數先做到咧，就有啲堪憂嘅。咁我用翻正常方法去做啦，就會係做一個通分母嘅，上下一齊咧。就呢個係上下一齊乘5K 減6啦，跟住另一個咧就會上下一齊去乘 K 加2嘅。咁而家分母大家都一樣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就將個分子做一個相加啦。咁啊即係5K 減6再加3K 加6。咁個分母咧就係嗰兩個括弧相乘啦。咁兩個正六負六就抵消咗，咁所以就出翻8K。8K over 括弧 K 加2括弧5K 減6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 for dot 嚟嘅。